Hello， 大家好，各位好啊！我叫 Wilson 啊。今年咧，我真係好榮幸，我再次成為到100萬圓桌會員，即係 $1 million Round Table（MDRT） 入邊嘅 Call of the Table 嘅一個成員啦。呢項殊榮咧，唔單單淨係一個業績嘅指標嘅，而係代表住我喺財務規劃啦、風險管理啦，同埋長期策略呢一方面咧，可以能夠持續用呢個高標準嘅專業能力，去得到客戶長時間反覆而且有深度嘅信任。喺呢一度咧，我真係好想衷心咁樣多謝我每一位嘅朋友同埋客人。正因為你哋嘅支持同埋信任咧，我先至有機會可以參與你哋人生之中最重要嘅財務決策。無論係保險或者係風險配置、投資定係稅務規劃、提早退休嘅整體策劃嚟講咧，甚至乎係跨世代嘅財富傳承同埋家族安排，我始終都相信咧，真正有價值嘅財務規劃並唔係啲短期嘅回報咁樣，而係一啲穩健嘅、可以持續性嘅，甚至乎係經得起時間考驗嘅結構。嗱，我嘅角色咧並唔單止淨係提供建議㗎，而係喺你哋唔同嘅人生階段入邊咧，可以持續咁樣陪伴你啦，同埋你嘅屋企人喺控制風險嘅同時間咧，保留更多嘅選擇權，令到你哋辛辛苦苦累積落嚟嘅成果咧，唔單止佢淨係屬於今日，係可以順利咁樣延續去下一代、世代咁相傳。喺嚟緊嘅未來咧，我會繼續用同樣嘅專業紀律同埋責任感，企喺你哋客戶最長遠利益嘅一方面，同你哋並肩而行、並肩作戰，為當下負責，亦都可以為你哋嘅未來鋪路。